青年鋼琴協奏曲介紹。首先介紹作曲家劉思坤，佢係一位音樂奇才，有好幾個第一嘅榮譽，所以咧就要多啲時間先可以講晒佢嘅威水史。佢咧係1939年出生於天津，2021年現在係82歲，係一位鋼琴演奏家、作曲家同埋音樂教育家。佢嘅爸爸係一個極有音樂修養嘅富商，喺山東大學畢業之後呢，就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就主修男低音美聲唱法。屋企呢有4架鋼琴咁多，仲有上萬隻嘅唱片。劉思坤出世之後呢，佢嘅爸爸呢就成日就播放屋企嘅古典音樂唱片俾佢聽嘅。劉思坤呢就係當時第一位3歲就學鋼琴嘅人。佢嘅老師叫做劉定金，現在呢已經90幾歲，定居喺美國。劉思坤呢5歲已經公開表演。1949年10歲嘅時候呢，就獲得全國少年兒童鋼琴大賽嘅冠軍，就被稱為神童。佢1951年12歲嘅時候就考入天津嘅中央音樂學院附中1年級。呢一班呢有成20個學生，全部呢都係唱歌嘅，淨係佢一個呢就係學過鋼琴。1956年佢17歲嘅時候呢，就接到國家嘅通知，去匈牙利嘅 Budapest 參加 The Liszt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得到第3名。原本呢佢嘅分數係最高，應該得到冠軍嘅，但係呢因為政治嘅因素，冠軍呢一定要俾蘇聯大阿哥嘅選手，亞軍呢就一定要俾舉辦嘅國家嘅選手。就為咗平息輿論壓力，就主辦國家呢就頒咗一個特別嘅獎俾劉思坤，就係 Liszt 嘅一世束頭髮。咁劉思坤呢就成為第一個獲得國際鋼琴大獎嘅中國人。1958年佢19歲嘅時候呢，又得到去莫斯科舉行嘅第一屆嘅 Tchaikovsky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第2名。通常呢參加呢啲大賽嘅呢，起碼要2年嘅準備，但係呢佢只得4個月嘅通知，所以呢每日呢練成12到14個鐘頭琴，連指頭呢都彈到損晒，要用膠布包住。佢喺1959年9月呢，就由於呢個成績優異，就選送去莫斯科音樂學院留學。1962年呢，佢就學成回國，喺中央音樂學院教學同埋作曲。佢呢就同相識咗3年嘅葉劍英大帥嘅女葉向真結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因為佢係葉劍英嘅女婿，呢一場結婚呢，令到劉思坤度過咗唯一同音樂無關嘅日子。佢1967年4月就去牛棚勞改，同馬思聰關在一起。佢嘅右臂呢，就用軍用嘅皮帶銅球打斷咗2/3，好彩呢就冇完全骨折。就為咗保葉帥同埋太太，佢呢就1967年4月就同葉向真離婚。關咗6年之後呢，佢就喺1973年嘅5月就釋放，就重返舞台演出。雖然6年冇見過一個琴，但係呢，因為佢嘅音樂記憶十分出色，所以經過短短1個月嘅練習，
3個月後已經可以演出啦。佢曾經喺毛主席面前表演過黃河，彈之前一次都冇練過嘅，只係喺獄中聽過呢首歌。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呢，佢再次重返中央樂團。1979年佢代表中國去美國演出，就由總統 Jimmy Carter 親自接見佢。1990年1月，佢帶住300蚊就去香港定居同埋教琴。佢收嘅學費呢，係嗰陣時全香港最高嘅，係800蚊到1000蚊，45分鐘一堂，從朝頭早8、9點一直教到夜晚黑10點，又開鋼琴講座啦、音樂會啦、出錄音帶啦。2年之後就已經賺到幾百萬。1992年3月，佢就開咗第一間香港劉思坤鋼琴藝術中心，就從事音樂藝術教育，就以少年同埋兒童為主。後來呢，更開到有成6個中心，跟住呢，佢喺中國40幾個城市開咗成200間劉思坤鋼琴藝術中心，同埋10間嘅劉思坤藝術幼兒園，就上堂嘅學生呢，有成10萬個嘅。佢呢，就係第一個開辦文化企業去提高中國文化水平同埋普及音樂嘅音樂教育家。佢呢，又係第一個創辦鋼琴比賽嘅人。佢呢，就舉辦咗一個叫做珠江杯嘅鋼琴比賽。1994年，佢又辦咗個叫做史威德杯嘅鋼琴比賽，每2年一次，每次有成1-2千人參賽嘅，一共就舉辦咗11屆，即係由1994年到2014年。劉思坤又出咗一部叫做斯威德牌嘅鋼琴，即係 Sweater。就總結嚟講，劉思坤呢就曾經用大喜大悲、大喜大樂嚟形容自己嘅人生，係一個傳奇嘅人物嚟嘅。好，跟住呢，我就介紹呢首青年鋼琴協奏曲。佢呢係劉思坤喺1958年19歲嗰時候，用咗半年時間，同埋潘一鳴老師，主要係2個人創作嘅。其他幫手創作嘅人呢，就有孫奕林同埋黃曉飛。完成呢個大型作品嗰時候，佢先係20歲。佢呢就響應1958年毛主席提倡文藝要民族化，要創造中國自己具有中華民族特點嘅文藝作品。呢一首鋼琴協奏曲，樂隊嘅伴奏呢，就將中國民族樂器二胡啊、中胡啊、高胡、板胡、笛子、嗩吶咁，就組成一個按照西洋交響樂團嘅模式，就組成一個民族管弦樂團，就有成70-80人咁多嘅。中國嘅大型民族管弦樂團呢，就係由劉思坤先開始嘅。之前呢，就只有小樂隊合奏。就呢一首青年鋼琴協奏曲呢，就同《梁祝》呢，就並稱為音樂民族化嘅代表作。呢個協奏曲嘅結構呢，就係單樂章嚟嘅。第一主題呢，就用咗一首陝北民歌嘅曲調，打籃溝盤，明亮又充滿活力，反映青年人蓬勃向上。嗰個副部嘅主題呢，就用咗一首山西嘅民歌，音樂流暢活潑，就呼應青年樂觀同埋活潑嘅心。之後呢，就引出另一個抒情嘅曲調，一道道水來
一道道山去表現青年人嘅內心嘅憧憬同埋對生命嘅熱愛。跟住呢，就用個 3/8 拍子嘅圓舞曲去洋溢青春嘅美好。最後呢，就返回朝氣蓬勃嘅第一主題，充滿節慶熱烈氣氛，就將樂曲推向高潮，然後先結束嘅。黃曉飛呢，就將呢一個鋼琴協奏曲改編為我同埋羅超薇彈嘅虛擬鋼琴4首。現在請大家欣賞，多謝。